因为台南市政府呢已经有多名主管确诊，那台南市议会也有多名议员呢和确诊者接触。那我们台南市议会经过党团协商，原则上为了让台南市政府更加有充分的时间去处理台南市将面临的疫情高峰期，确保人民的健康以及生命财产，所以我们原则上延会2周，现在经过3党的协商都已经同意了吼，那我们报请行政院核备当中，这段期间就可以避免共同避开这个高峰期，不要因为市政总时局让台南市的15亿集水管绑在台南市议会，希望大家能够共体时间度过这个疫情的高峰期，谢谢。